當你喺街上面咧見到一啲公公婆婆啦，仲拖住手出街嘅時候，你會唔會憧憬自己日後都會有呢個畫面出現呢？嗱，一對夫妻咧可以維持到老咧，當中其實有幾個重點，大家可以參考下嘅。首先就係你要對對方嘅信任度要好高㗎，發生任何事都會喺佢身邊陪伴住佢一齊去經歷。其次就係要學識隻眼開隻眼閉，冇咩大事嘅話咧，就算自己睇唔慣嘅嘢咧，都要當睇唔到。跟住當中咧就要不斷為婚姻啦去 keep 住保持新鮮感，定期咧就要有二人世界，去多啲唔同嘅地方，一齊去經歷唔同嘅事，一直咧要欣賞對方嘅好。正所謂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而最大嘅秘訣咧係最好見少啲啦，但係又要彼此間有聯繫嘅喎，會令對方咧係知道關心緊對方嘅。正所謂小別勝新婚啊嘛，咁樣可以咧維持婚姻再長久啲嘅。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先，邀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嘅片喎，又或者大家有啲咩諗法，即管留言俾我，下一集見。